人濟亂象就濟，真濟出名的觀光景點攏有受到傷害。上界明顯的就是糞掃滿滿是。過去真濟人是會去巴厘島度假放鬆，不過這陣煞是規個海邊啊攏是糞掃，唔但是去影響到觀光，連漁船啊都無法度出港。海埔頂面四個攏是塑膠袋啊，攬這樹枝樹葉啊。這是巴厘島的啟動嘉南海埔，各個遊客攏是慕名來要享受當地的日頭也個海水。不過這陣沙埔頂面敢若看到四個攏是的糞掃山，互觀光客看到地時印象真歹。It's very unfortunate that I suppose it's the tides to bring it in. Yeah, it's going to kill the tourism. Well, it's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help it. 這糞掃真多是互海洋帶來，也若巴厘島這陣洋流甲季風方向。真簡單，就海中的廢棄物衝上海岸，所以講這座糞掃山總是佇每年相款的時間來出現。除這以外，巴厘島漁業也受到衝擊，真多漁港互糞掃塌掉咧，船隻連要開出碼頭攏真困難。有漁民打水桶，對結做歸還的糞掃內底行出去。Ya sangat mengganggu kalau beraktivitas kerja. Kalau mau melaut harus bersihin dulu, baru bisa turun. 山內水質真落，也可能影響生態，山內減少漁民的收入。因為官方雖然已經講要處理海洋廢棄物，並且定期派人來清理，不過清理的速度完全袂符合海洋每工所帶來這糞掃的速度。聯合國估計每年攏有2000萬噸左右糞掃進入全球的水域生態系統內底。因為這個糞掃隨洋流一直刷頂動，部分海域甚至被叫做是糞掃課湯。因為佇巴厘島，無論是對於觀光客也是本地人來講，糞掃攏已經造成真大的困擾了。公視新聞由派準編譯。